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23日国会表示，中国想尽办法影响明年总统大选，若准失败，就会封锁搁再入侵台湾。家己创办新文化基金会要来推荐家己去做大法官咧，这主理代表谢中典表示，无代表家己是无合法资格。云林斗六早起发生一站死亡车祸，是在拖拉机搞到一台妈妈甲查某囝烧在脚踏车，可能是四线死角加上大轮差造成的。民众上紧伫咧4月初6就会当领到全民拢总有的6000块咯。虽然这立法院在起时阵，调野立委真侪人意见拢是无共款的。讲到这个规模要到3800亿的这个疫后特别预算案，总算是三读通过。这个法案上紧伫明仔载就会送到总统府签署27日生效，大概伫咧4月初6就会当领到这6000块咯。中央政府预后强化经济与社会韧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破获6000块的疫后特别预算，立法院支持三读通过，删减1亿2000万改造3798亿8000万。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审议过程有重大意义，发现行政部门善用预算。对在野立委的33案预算提案，民进党团用人数优势全部否决。国民党团总调查民众指控蔡政府将问题，但后会一任政府3800亿的情况，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讲，短空。长也空，因为民进党透过拨补的方式，把该改革的问题丢给下一任政府，国民党给予最严厉的谴责。特别预算常态化，国债中屡创新高，执政党的执政下，财政纪律败坏。我们认为这一次的特别预算的编列，完全破坏财政纪律。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等蔡总统签署成效了后，上紧4月初6开始发现金，花开固定机构组织到记录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承诺没有这问题。不会有各资外泄的问题，好，请大家放心。那网络上呼吁不要登记哦，那是对于各资保护不够了解。疫后特别预算编列300亿，和劳保基金200亿，和健保基金是在中党团批评地表无治本，无法度解决基金债务危机，要求开国术会议说明拒绝。民众党团就编列13.5亿做预备金，这个是政府超金库。在野立委也拢谴责，和台电500亿，要求检讨创外能源政策，落实台电改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23日在国会表示，中国会想尽办法影响台湾明年1月总统大选。若准是影响失败，就会封锁台湾，搁再来就是入侵台湾。而且伊也认为讲，台湾也未准备好势，即美国政府必须要替台湾准备武器，而且联合澳洲、英国、美国3方的安全伙伴关系，4方安全对话，加强阻止中国想要侵犯台湾的力头。So when people ask why is Taiwan important, imagine if China invaded Taiwan tomorrow and controlled 90% of the global supply. 美国控制所财政预算案来听证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伫国会内面点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表示中国会想要来影响台湾明年1月的大选，若无法度影响，会做先封锁再入侵的备案。伊嘛讲台湾还未准备好。Taiwan is not prepared. We have no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The weapons I signed off on 3 years ago have yet to go into country. We need to arm them and prepare them to provide deterrence along with AUKUS and the Quad to deter the Chinese from an invasion. 有议员就烦恼讲，伫印太和台湾的部分，美国政府编的预算可能阁无够因应中国的挑战。Taiwan is a priority, and as you know, we have many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ase of Taiwa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at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what they need to defend themselves has been through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Program. They increased their defense budget by 11%. 台湾和洪都拉斯即嘛是面对长高的危机，而且洪都的外长雷伊娜嘛已经飞去北京，面对洪都拉斯外交有可能转向，外交部处长如大雷讲，那已经做上歹的拍算。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驻洪都拉斯大使召回，没有断交，只是一种
外交上一种表达不满意的方式。目前跟洪都拉斯的关系在一个很困难的阶段，我们这个有做最坏的准备，但是我们希望洪都拉斯能够还是慎重的考虑。卡斯特罗总统发展对华关系的决定顺应世界大势，也是从洪都拉斯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决定。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讲，中国这种债务外交的限制是无法度让当地国经济成长，台湾袂插底线，会用优先互非尊严的立场处理台洪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大陆林道，这火烧山到单已经是第二天，烧的范围是变搁较宽。空勤总队甲消防局呢是对天顶，还佫对地面继续伫咧拍火，而且这火灾地点离关部国家新立游乐区只有2公里尔。为着这安全甲救灾考虑，这个新竹的这个林管处是呼吁民众唔通上山。另外，伫台东的地上20架线旧省道边啊，昨也是发生火灾，差一点就去烧着变电所。车子先撤，那个没关系，那个不用管他了。消防车甲救灾人员紧急后天，新竹县5方向通向关部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另外道路，大陆林道至4.5公里的所在，23发生森林大火，经过1天油源继续燃烧，各位3公顷扩大做5公顷，因为现场风势造火，消防员救灾困难。新竹林管处请求空勤总队支援，陆空共步拍火，各呼吁游客暂时唔通上山，才袂影响救灾。关路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这个火灾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处于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一般的民众非必要，那就不要再上山，以免造成自身的危险，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现场灭火作业的进行。台东县地上乡20架线旧省道边23暗时发生大火，因为拢是树仔甲草埔，火势拖真紧，面积超过1公顷。因为现场方向一直改变，危及附近的变电所，地上消防分队赶紧开防火线，最后是伫个24透早2点才将火拍花。怕南边啊！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它风势不停的在变换那个方位，所以我们在处理火势阻止燃烧这方面会比较困难。等火势烧完之后，那再进行参火处理的作业。2件大火原因拢还佫调查，真久无落雨，天气正大暑，增加拍火难度。地上消防分队甚至有一个队员伫救火过程当中发生热水加送去，好在无啥物要紧。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继续无落雨，这闸门水库到底欠水率只剩11.3%。水利署南区水资管局表示，南部欠水的情形已经超过100年可欢，目前打算要等这个方面经过时阵进行人工催雨。原来讲到这无落雨呢，也互日月潭的水位一直咧降，已经67公尺咯。烦恼讲水位降低设施会受到损害，已经把3班引桥关起来。另外，伫嘉义大埔挖近这闸门水库的路营区，清明连假过后也要先关起来，减少用水量。闸门水库打气面积愈来愈大，到24下晡3点，投水量只剩11.3%。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表示，闸门水库集水区累积的落雨量比100年可欢时阵较少112毫米，显示水情紧张。南部的旱象比100年大旱的旱象还要严峻。那举增文水库集水区的降雨的量比100年大旱还要少。空明过境的时阵，南水局也要人工净化卫生水。农田水利署高雄管理处也扩大轮管，供水时数为6到3.5天，减低至2到4天。目前我遇到的就是轮区轮番的话，就1个礼拜就供2天了，有水就好了啦，就是泡沫水，让土壤不要整个干掉就好了。烦恼欠水影响玉荷包产量，高雄市府协调水利署支援移动式净水设备，将回收水经过 RO 热渗透处理到符合灌溉用水的水质，因一日用水1000吨。要农民改用滴灌取代传统的慢灌，省水3到5成。嘉义大埔乡挖闸门水库龙营区为减少用水，也伫清明连假了后关营区。任何形式的露营行为啦，一切拢要来先来甲暂停，
咱希望讲会当去节省这个水源的一个支出。南投一挂淡水位大动7公尺，烦恼水位降低造成码头设施损害。淡库内底4大码头关3座引球。为了预防浮排的一个受损，所以今天我们启动了第3阶段的一个应变措施，脱离封闭玄光右侧引桥。管理处表示，这村水下码头无受水下降影响，不过坐船服务无方便，尤其行在客家引桥，而且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看到大台车，咱就爱闪较远的，伫咧云林斗六的顶北路加斗六二路，这小只路口，今早起10点外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有一台拖拉机咧，伫咧路口要正弯的时阵，可能是这视线有死角加上大轮差，去搞到一台脚踏车。这脚踏车是卡在车底，骑脚踏车的是一对小在的妈妈加查某囝，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事故原因也搁伫咧调查。大帮车当要我正边，虽然有拍方向灯，但是迄当阵一对母仔囝骑铁马当要过车路，煞好地着2个人拢跋落涂骹。救护车赶到现场，将2个人送病院急救，但是伤势严重。送病院了后，原来是2个人拢死亡。边仔民众讲到事发经过，嘛真惊吓。我那时候喇叭声很大声，然后又听到有人在喊，对，然后我就出来，脚踏车已经在车子底下。事故的现场乱糟糟，铁马卡伫拖帮车下骹，敢若是因为风拖伤久，严重变形。24早起10点外，这台拖帮车经过云林斗六顶北路甲斗六二路相车路口，当要正弯，敢若因为视线看袂到，弄到骑铁马2人小在的64岁姓郭的妇人人，甲46岁姓张的查某囝。因为方向灯已经打很久，而且都有蜂鸣器的声音，那个老人听不到，我真的是。母仔囝2个人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现象。驾驶甲警方讲，原本是为高雄到斗六工业区载货，经过路口嘛有拍方向灯，但是铁马敢若是因为伫正边视线的死角看无，后来听到声音才知影讲弄到物件。自行车骑士及乘客经紧急送往医院后，均宣告不治。营业一饮车的驾驶没有酒精反应。警方表示，驾驶经过测试无酒精的反应，详细的车祸原因也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最近有一只保育类的狼禽伫咧路里拍拍走，桃园市农业局昨暗也使用这个相机空气机伫咧找找这只狼禽，毋过无找到。究竟这只狼禽是对倒位来的，目前是还佫毋知。有风声讲是对新竹六福村逃走出来的，毋过业者也不会讲，这动物园内面的狼禽无减少，敢是有可能有人走私这动物的，可能要等到抓到了后才当了解。那我们预估说，它应该是在这附近。农业局人员锁定特定的区域，23号下暗继续找这只伫外口的狒狒，更加出动热像仪空拍机，为空中来找伊可能的地点。兽医甲麻醉枪嘛随时待命，只要发现就靠近来抓。先进行区域规模的一个大规模搜索。那如果搜索确定确认是有狒狒存在的话，我们兽医这一边就会去现场做一个支援。不过下暗的搜索到半暝无找到，日时啊继续找。各界想要问狒狒是为倒位来的？目前屏科大学者甲北市动物园初步研判是东非狒狒。中北部2个动物园登记有7，包括北市动物园10只，新竹六福村有5只。林务局强调，园内凡是拢会通报，数量增加减少嘛拢会通报。要做繁殖的话，它也是要经过一个申请的程序。不小心繁殖了小的狒狒，它没有来做登记的话，依据野保法的规定，是可以处罚1万块到5万块的罚款。保育类野生动物定有学校、研究机关、动物园才会当申请搜集。狒狒有可能走私来的吗？林务局表示，伫抓到进前真歹判断。动物团体表示，确实毋是为动物园逃走的，无可能是野保法实施进前的存在，或者是繁殖无保的个体。它在立法之前就有的，到现在还存在，那它可能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可能是继续繁殖，但是民众还是没有登记，那这个就会变成列管管理上的黑数，会造成管理上的这个漏洞。昨天早上6点多，从后面上，他是看到的时候是在里面，后来他颁奖出去。这只狒狒23号有民众看到伊出现伫桃园新屋的修车场。
看到人马上冲过2公尺悬的围墙消失，对人非常警戒。新竹县农业处表示，目前搁咧清查六福村东非狒狒的数量，找到伊是目前上关键的，因为找到才会当确认品种、年岁来厘清伊逃走的原因甲管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当中上届新的消息。即美国伫咧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互一台甲伊朗有牵连的无人机攻击，造成1名美国包厢死亡，另外有5名美军甲一个美国包厢受伤。美国总统拜登收到消息了后，遂下令发动空袭，甲因反击。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叙利亚伫当地时间23下晡1点半左右，东北部有一搭美国人员据点，互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了后，这无人机甲伊朗的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牵连。美国总统拜登收到这个消息了后，遂授权军方伫叙利亚东部地区，针对着这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团体所使用的设施进行精准空袭，当作是回敬无人机的攻击。目前是知影讲，美国有间反击造成8个和伊朗有牵连的武装人员死亡。法国议通过退休延后到64岁法案了后呢，这工会伫23进行第9届罢工，上街头抗议规模是比英国搁较大。法国总工会表示讲，敢若伫巴黎就80万人参加，全国总人数是350万人。咱来抗议现场呢，也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毋但安尼生，搁一个粪扫堆册单互人放火，甚至有一寡店家互人是毁甲乱糟糟，连波尔多市政厅也互人放火。法国退休改革法案通过了后，第一摆全国动员大罢工，巴黎游行大部分和平。警方估算人数是11万，工会统计是有80万。游行到一半，上千个无政府主义团体乌地开始公海店头甲麦当劳素食店对街路粪扫甲册打来放火。镇部警察用催泪甲施警喊大赶人，掠数十人。到暗时，拢一直无平静。总理博纳伫推特谴责暴力行为无法度接受。这一天，法国各地也出现同款的场面。西南部都市波尔多市政大厅门口互人放火，南特、洛里昂甲里恩拢发生警民冲突。全国铁路、航空交通受冲击，工会也搁伫北部诺曼底甲南部都市滨海福斯各封锁一间炼油厂，互戴高乐甲奥利机场用迄部航空燃油通用。政府对2个炼油厂发出停用令，要求员工恢复工作。Pour nous, il y a 10 ans, il y a 12 ans maintenant,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précédente elle était déjà pas acceptable. Et nous, ce qu'on revendique finalement, c'est 60 ans, une retraite à 60 ans. 为防止退休金破产，马克宏政府提案将法定退休年岁为62岁延到64岁，各动用宪法49.3条，跳过国会强行通过。互工会大反弹，马克宏支持全国演讲，坚持新法会伫年底生效。阁是关于南会，工会已经宣布要伫2月发起第10轮的全国大罢工抗议。迄一天，英国国王查理3世会坐火车为巴黎去波尔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全球头一个利用3D 列印的火箭人造1号，伫比当时间2日半暝发射。不过这个飞机呢，只有飞86秒尔，就因为这动力不足，就落入去大西洋，无按照本地计划进入到飞行轨道。火箭发射成功，伫暗暝中的天顶看到一条蓝色的火尾流。这是由美国加州一间新创公司相对论空间所开发的。全世界第一粒由3D 列印制造的火箭“连续1号”，伫美國東部時間22暗11點55分順利發射成功。If you can hear me over the cheering, the vehicle is now headed downrange in an easterly direction over the Atlantic Ocean. Our next ascent milestone is max Q around 80 seconds. 連續1號伫咧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礁的基地順利升空了後，按照計劃。第10甲第20的火箭拢完成分離，成功達到上大動態壓力點。伫大西洋的天頂，以時速要到2000公里，高度16公里，飛差不多80秒。不過伫咧飛機天頂了幾分鐘，發動機無法度產生有效的剎力進入去軌道，
想要落入去大西洋。Although we didn't reach orbit, we significantly exceeded our key objectives for this first launch, and that objective was to gather data at Max Q,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hases of flight, and achieve stage separation. 连续1号有85%的零件，拢是用3吨热源制造，火箭悬33公尺半，重1250公斤。以后计划要用伫咧加轻型的位置送入去轨道。这辆火箭本来是要伫这个月初8发射，不过因为燃料温度的问题而取消，延到12。延误尾还因为其他的技术问题，第2遍取消。第3遍登上发射台，虽然顺利发射成功，不过真可惜，上尾还是无按照计划飞入去轨道。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伫咧南韩首尔23发生动物园内面的花雕马破坏防护措施了后，逃走去到市区，落尾是出动警察甲消防员来配合动物园。这只花雕马伫咧市区内面热热烧烧，到3点钟了后，互人射到这麻醉针，也已经掠转去动物园啊。斑马为道边的巷仔口走出来，看到有人挡掉的，伊个放慢速度，回头观察，佮向正边的小路过去，发现无路通行，佮一摆洗头。南韩首尔市区的巷仔内底，23下晡发生有斑马伫巷仔内底走。安尼社报道，这只斑马西路是迄一天下晡2点50分左右，伫首尔儿童大公园动物园破坏防护措施，甲炸拿了后，成功走去市区的马路。警察人员接到消息，就出动围捕。最后，斑马走去距离动物园差不多1公里的客家区，受困伫巷仔内底。动物园人员向西路发射定定剂，西路发射掉了后，伊个走入去巷仔内底，了后甲警消对徛，定定剂煞开始发作，互伊东倒西歪，徛袂在。警消人员就用网仔甲伊掠，搬起哩卡车送回去动物园。这毋是儿童大公园动物园头一届发生动物走出来。伫2005年，慢慢发生甲首尔参加游行活动的6只大象走去的状况，佮造成1名民众受伤。这届为西路走去，甲互围捕送到转去，时间拢总是经过3点外钟。动物园表示会调查斑马走去的原因，也毋过嘛透露，西路过去几冬，因为父母陆续过身，技术性情出问题，常常毋愿意转去休困的所在，佮会甲隔壁的地市相拍。未来动物园会更较用心照顾西路的身心健康，避免同款状况发生。国际新闻台是董平玉。9月底时阵有大法官任期到，即摆也风声讲，组织代表谢中庭所创办的基金会，要打算推荐谢中庭去做大法官。谢中庭表示讲，甲朋友讲莫甲伊推荐，无代表讲家己无去款的资格。组织代表谢中庭二是参加代志和平论坛，传出谢中庭所创办的新文化基金会，力推伊做大法官。虽然谢中庭已经透过面试，秀出合规证书，强调家己有资格，不过伊的未来动向依然引起关心。我今天跟我的朋友讲，不要推荐我哈，他不表示我没有资格。我读法哲学，研究法的正义了，我的脸书我都有写哈，而且我实务经验丰富，我做过原告，做过被告，做过证人，做过鉴定人，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多经验的，所以，我是说怕影响这个江口先生他办这个座谈会很不容易，而我用一个大法官这样就把人家转离哦。良心不安了。副总统觉得谢长廷是任大法官吗？对大法官这回，副总统赖清德无意表态是不是力挺谢中庭，不过这场代志和平论坛也特别引起国际关心。以日本外务省回应今年外交纳佩斯草案，内容有日本甲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中国对外态度甲军事动向，台湾海峡的安全甲稳定也正重要。不止日韩关系变严重，也希望日韩回到健全关系。对台海紧张情势，副总统赖清德伫代志和平论坛中强调，代志是命运共同体，应该谋求世界和平，避免战争。日本跟台湾的国防合作也非常重要。未来台日应该要建立军事对话的机制，让两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国防力量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伊强调，只有透过代志，变经济和民主甲中国防甲和平四个面向合作，才能建构世界和平共同体和世界维持和平无战争。记者综合报道。伫婚姻内面，这犯错生效迄边是照宪，因为民法规定是袂当诉请离婚的。不过有人认为讲，这款的制度是违反婚姻自由，落被声称失宪。今日宪法法庭判决了后，限制犯错迄边袂使诉请离婚，甲这个宪法保障婚姻自由的本意是无符合的，要求相关单位着爱伫2年内修法。翁某斗阵久啊，问题愈来愈多，有律师处理离婚官司，当事人说是家己的大舅，因为是外口先有人3审上诉，最后依然是败诉定案。这个外遇，我是觉得也不是说一日所造成的，我觉得并不能说完全就真的可以归责于原告，这个真的很难去比较。官司拍袂赢，一直被驳回，因为民法105条7项但书规定，外口人离家等等，犯错或者是责任较重的一边，免向法院诉请离婚。不过，犯错人认为这是侵害宪法保障婚姻自由，都申请释宪。但书规定限制有责配偶请求裁判离婚，原则上与宪法第22条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无违背。考虑人民法感情、婚姻有社会功能等理由，宪法法庭只是判决原则上合宪，只是若限制有一配偶伫出轨等重大事由发生了后，无分时间长短，一律不准诉请离婚，伤过严格，甲婚姻自由意志无符合，要求相关机关爱伫2年来修正，搁进一步限缩这项规定的适用对象。那限制规定本来95年这个决议把它扩张很大，但是呢，本判决把它缩到很小，只有一方，完全是有一方唯一有责的时候，才受这个但书的限制。万一婚姻破裂原因，翁某双方拢有责任，无论比例什么人多什么人少，拢有权用诉请离婚。只有伫单一配偶有唯一责任的时阵，才会被禁止。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医学院某一位妇产科的教授，利用工作关系招查某业务接饭，落尾伫咧饭菜甲人下卖混药，落尾甲人带去汽车旅馆性侵害。再去调3位受害者出面指控，因认为这台大申诉了后拢无合法处理。不过台大是表示讲，双方是因为工作关系所引起的，应该爱用性别工作平等法来处理。若这部分毋是台大会当受理的，若阵官司有判决，学校这边也会照官司来处理。伫无啊乌人目镜甲喙暗3受害者伫立委缓缓的陪伴之下，开记者会讲出，和台大医学院某一个妇产科教授诱骗性侵的过程。郑医师跟我干了一杯红酒，并要求店员将我们的绿茶更换为开水，一律服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记忆，医师就要我把桌上的红酒一起干杯喝掉，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把它喝了。我又在吃了一道菜之后，就不记得后面的菜色了。受害者 A 小姐甲 B 小姐拢表示，两人分别和这教授单独约去台北市松江路日式餐厅食饭，去便所倒来饮饮料了后，就失去记忆。醒来时阵，人已经伫汽车旅馆，甲害者就伫身躯边。是小姐证实也经过同款的模式，只是家己比较兴奋，伫朋友合作之下到伫餐厅。纷纷认为，台大伫接受被害者申诉了后，则个用被害者是伫执行，即部为理由决议无受理。伫公文当中，告知 A 小姐，请向你雇主提出申诉。不过下班期间，是毋是执行这部，应该是收集更较侪资讯才能判断。雇主有没有给加班费哦？然后就是餐费到底是谁支出，完全没有调查。CC 哦，那他也没有告知哦其他的相关单位哦。台大的这个判定说你这应该是性工法，不是性骚法。那他也不知道他30天之内可以向台北市政府申诉。进前被害者 A 小姐用已经去检察院တင်情，检院也伫3月之一，含过台大爱详细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国内上届新的无薪假统计，就2384件施行，178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以工具机产业影响上介大。劳动部表示讲，主要是受到景气影响，减少订单，这是一半间厂商施行无薪假，无影响到整体产业。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至过失业率是3.53%，也有一寡变较悬的，就是主要是受到这季节性影响，旧历过年了后，真侪人换头路。另外，受到全球景气歹，部分产业出口衰退也是有关系。不过，经过季节性调整了后，失业率是3.58%，甲顶个月来比是达0.02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是有比较较稳定的。讲到咱台湾，若准是出现禽流感，就要甲全部的鸡鸭全部灭掉。不过，人认为讲应该爱开放即寡禽类主疫苗。农委会下晡有举行专家座谈会，有专家是认为讲主疫苗较好，也有人认为主料是较歹。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讲，这政府补助这个鸡条做水黏式的鸡条，对防止禽流感效果是真有限。禽流感在全球国家比之长期技能生产继续欠悬，国内饲鸡饲鸭场若确诊高病原病毒，爱全场破产，为农民损失惨重，所以提出主疫苗想法。农委会举行专家会议，学者表示，歹处比好处较侪，有学者认为，若要做疫苗，实际上做袂到。风险面的分析啊，它实际上没有降低很多啦。我个人的评价就是。可能弊多于利啊！如果是还是一只爆出来，用肌肉注射的话，我认为讨论这个叫假议题啊，在实务面是做不到的。不过，有学者指出，中国甲埃及做疫苗了后有效果，也解决损失。有评估台学者指出，欧洲两个业者已经做出有保护力无排毒疫苗。另外，学者质疑农委会开钱补助小型饲鸡场，该去做水黏密闭、负压宽控的鸡疗的成效。美国他们的农场有300多场 commercial 的花生，也很大的，他们都谷仓，而且都很密闭的，那还是没有办法防止它进去哈。推所谓的非开放式或者是密闭水源护鸭，是在针对这一种气候条件改变对它的生产的一个影响，而不是说只是在解决禽流感。国内为改善欠粮问题，农委会向国外专案买鸡卵会陆续到货，进口国扩大到10个。数据台完了后，议员会阁进行筛选包装标示。按算伫自购了后，甲清明节期间，消费者用伫通路顶悬买到进口鸡卵，计数会较俗，只要差不多60块到70块的计数。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一年大概有400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来死亡。前一日也互外国人讲，咱台湾是过路人的地界。交通部甲内政部今仔日就做伙召开记者会，讲今年要混化人行道，也增加照光设备等等，改善1200个路口。另外，警政署也强调会用科技执法，加强处理这轿车甲奥多摆无要让过路人的情形。走路人过车路，但是汽机车拢无要让，看起来真正危险。台湾交通环境和各个媒体合作走路人的地角。24交通部甲内政部联合召开记者会，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改善走路人的交通环境是今年的重点。马上立即可以改善的新川线的这个退缩的课题啊，这个人行道的这个整个外扣啊，还有包括庇护岛。或是这个新川线的照明等等的人行道的整平，或者是退出骑友，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时间。我们一定是亮点，然后集合系统，可能从学校到路口和它中间之间的所有的路廊一并把它做完。好的循环，好的衔接，会从这样子的方向来开始。内政部营建署表示，今年的计划估计改善1200个的路口，走路人环境改善100公里，会有25个示范区。另外，警政署表示会加强处理汽机车无让走路人，但是毕竟精力有限，若讲到民众检举，也定有民众拄到检举失败，警政署也提出回应。人力上首级的呢，没有办法说全面24小时，所以我们又用科技执法。民众检举，我们非常感谢，那我们会全力以赴。陈耀南表示，自去年开始要求警察机关加强处理案件，就有明显增加，会继续加强宣导。交通工程改善方面，营建署表示，因为需要参地方沟通，目前并无按算需要偌济时间。重点希望每一个改善了后的路口拢是高品质的。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台中代理着民众指控讲，这公车司机为着家己早起出车方便，暗时7点过的时阵，就甲车停伫咧公车站头前，而且故意甲这引擎盖掀开，假做是车歹去。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讲，警方会去解开罚单，也会罚业者9000块，评鉴这部分也会甲因扣点。
暗时7、8点左右，这台公车停伫咧车牌的公车停靠区，驾驶甲后壁的引擎挂掀起来，搁放各种的标志。毋过到过灯光早起，驾驶来甲车驶走，公车也是真正上发车。附近民众就质疑公车是假影故障，真正违停。差不多停了差不多7、8天了，差不多有时候差不多7、8点的时候就来了。可能是渡口方便吧？为什么？这边要发车就时间开了就走啊。台中大理区甲提南路的民众表示，为3月初开始就发现39路的市公车，逐工暗时拢会停伫即个公车停靠区。一开始掠准是公车真正故障，毋过逐工来停的拢是无共车辆，而且一停就是一暝。当地里长惊讲，公车停伫遐会挡到其他的驾驶，恐惊引发交通事故。万一真的挡到视线，机车出来的话，撞到的话，这方面是谁要来负责？当地里长表示，涂骹有明显乌油的痕迹，安尼情形嘛已经维持一段时间啊。客运业者提出说明，表示公车确实有故障。事实排气管也没破啊，是真的是弯的，稍微弯弯的。他就一直要等到就是技工要跟他确认没问题，他才放心呐。进行说相关的处分，并同时会纳入后续的公车评鉴的扣点，因为后续会将影响公车的亏损补贴的额度。台中市府表示，业者的车辆若是故障，也应该照标准的停驶，拖吊登去厂站维修。若公车停的位确实是禁止临时停车的范围，除了依法甲罚钱，也要求业者伫收办了后，甲车刷去合法的地点停。记者台中报道。台中市刑警大队抓到一个越南的移工，伊平常时啊是伫咧卡拉 OK 店上班，私底下是卖毒品加皮包予其他移工。警方也伫咧怀疑讲，伊是透过外国管道摕到毒品。短短伫2礼拜内，台中市就查到167件毒品案，有超过100公斤的毒品，也有抓到有个人是伫咧槟榔摊偷卖大麻。34岁越南籍移工武姓女子，平常时伫咧卡拉 OK 店工作，但是私底下却是向移工来卖毒品。台中市刑大这个月提搜索票，当场查到伊有57包毒品加皮包，警方怀疑伊是透过跨国管道摕到毒品。该越南籍移工手持红白塑胶袋，内装有57包毒品咖啡包，正准备外出前往交易。经查，该移工平日在卡拉 OK 店拓展客户拉业绩，掩人耳目，实际却从事贩卖毒品。台中警方3月6号开始扫动毒品，短短2礼拜之内就查到了167件毒品案，查扣各级毒品超过100公斤，16组大麻，4080包毒品加皮包，嫌犯甚至伫咧槟榔摊私底下卖大麻，行径真大胆。种子哪里来的？美国的朋友寄来的。对。他放在哪里？冰箱吗？剩下的应该还有吧？在哪里？你种几颗？10颗。警方表示，这案件涉犯制造、运输、贩卖第2、3级毒品，拢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会使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的罚金，后续会持续来查缉扫毒毒品的危害。记者台中报道。今年3月到4月这段期间，有规大阵的纸班碟会对高雄茂林向北飞，飞到这个云林拿来搭口路段生炭后一带。今年受到这气候加欠水等等因素影响，目前纸班碟往北的时间已经半个月了。这2天啊开始有纸班碟飞到拿来，高速公路局也随时注意，若准有必要会甲外车道封起来保护纸班碟。早起9点10点有出日是好天，云林拿来乡塔口段陆续出现要上北的纸班碟。经过清明节前后，纸班碟会为高雄茂林向北迁徙，中途会经过云林拿来，但是今年的时间比英过搁慢半个月。跟往年比较起来，是已经延了大概2个礼拜多了哈。那以今年的碟况来讲是，因为天气太干旱，太久没下雨，那纸班碟它对气候其实它的敏感度还蛮高的。那最近才有在动。纸班碟生态保育协会表示，以高雄茂林野仔山谷来讲，去年纸班碟的数量有40多万只，今年剩30多万，其实差无介济。但是中途东山詹文水库的野仔数量减少，拿来塔口段这2天有观察到纸班碟。数量越来越少了，对。
那这里的蝶量1分钟，昨天有到44只左右。那通过的总蝶量有3800多只，那代表说这批是一个先遣部队的到来。那大量的到来可能预计会是在下个礼拜1以后，因为礼拜天天气会不好。协会表示，最近几冬来，高公局为了保护纸板蝶，伫国道3号拿来单有设1公里的防护网。若是1分钟内野仔超过250只，就会甲外车道封起来，互纸板蝶的死亡率会当降到3%以下。今年整体野仔数量敢是因为欠水大大减少，也阁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竹北伫去年开始就伫咧暗时试验市区车路自动驾驶巴士计划，这阵啊这第一阶段测试已经完成了，对自是开始要换做日时无载人试验。到时阵若准伫咧车路看到自动巴士，也提醒民众爱保持安全距离。自动驾驶巴士达到驶入高铁停车场，车身有打自动驾驶试验车的标识，见到的民众佮专工停落来，甲看真足。对这台车拢感觉真好奇。听到有这种电动的这个公车的部分，其实还蛮期待的，想要去尝鲜一下。我会想坐，觉得挺方便的。会害怕吗？不会吧。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夜间试验的自动驾驶巴士，自2时开始进行2时市区无载客测试。路线是对高铁新德站出发。这条路线会从高铁新竹站出发，然后经过竹北市最精华的路段，然后从文心路、光明六路，然后沿途会经过新瓦屋、喜来登饭店，然后终点到庄敬北路的 AI 智慧产业园区。管府讲，接下来若是顺利完成试验，希望今年6月开始，地当正式上路载人客。如果试验通过之后，我们6月份就可以正式来载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里程碑啊，同时也是绿色运输的一环。管府提醒民众，第一路的若是看到自动驾驶巴士，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万唔通挑工去干扰。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自英国这团员有多元种族的奇内克管弦乐团，最近去到北美巡演，佮和纽约爱乐乐团、非洲的奥达拉头手做伙来合作演出。奇内克乐团的创办人伊是期待讲，这演出会当带来正面的效果。无论未来是无论你是皮肤是虾米款的色水，伫古典乐界拢会当有更较侪演出机会。来自莫扎特 A 大调的奥达达协奏曲，管弦乐团甲乐曲活泼佮轻巧的优点，规个拢演奏出来。伫纽约曼哈顿林肯中心的大卫格芬厅，对英国来的奇内克管弦乐团抓准时间较紧来排练。那斟酌看到会当发现，含大多数管弦乐团拢以白人占多数无共，奇内克有真侪非 A 的面，佮邀请纽约爱乐非 A 首席做伙来演出。I'd had more than 30 years in the industry with an international career, and I was always the only person of colour on the stage, but not just on the stage, but in the entire auditorium usually. 了解到，唔是白人的认证是真歹入去到古典音乐界。英国有名的低音提琴手努瓦诺库，伫2015年是创立奇内克管弦乐团，伊是欧洲第一个以非 A 和 RA 这少数族裔为主的管弦乐团。名奇内克是对西非国家奈及利亚通行的伊普语来的，有美妙也是使人赞叹的意思。希望大家会当改变，互古典乐界族群更加多元。The only colleagues of colour that I see who have a job in an orchestra in this country are those who are exceptional. We call it exceptionalism. I would like to make it positive and say you can be what you can see. 对演奏家、指挥到作曲家，渐渐拢会当看到非 A 的成员。奇内克乐团是一直超越传统，即摆来到美国嘛，希望这个信念会当传去无同的国家。不过根据调查，美国各大管弦乐团的族群比例，干那1.4%是非 A 乐手，族群平等的目标搁爱拍拼。公司新闻刘岩编译。伫乌克兰境内的车诺比核电厂，对1986年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核灾了后，迄当时呢，民众特地有真侪这个宠物狗留伫遐，当做流浪犬，因也继续伫遐生炭。就这个生物专家发现讲，伫核灾区内面的狗仔，因的基因出现真大变化。伫乌克兰车诺比核电厂附近的安全区域，研究人员伫咧测量一只狗身躯顶的辐射值。离核灾已经37天，迄当阵无地主人撤离的狗，有的因为辐射中毒死亡，若是活落来狗就变做流浪狗，因伫拢无人
规个拢是放射物质的环境内面生活找食的一个炭后代，科学家正好奇，因是安怎伫咧这种环境内面活来。As you can see right here, we have the tattoo from 2017, and this particular ear tag is from 2017. 非政府工业灾害支持团体 CFF， 2017年开始来遮照顾流浪狗，除了做疫苗，也替狗做标记、做核变辐射检查的追踪研究。因总共追踪属于3个族群的302只流浪狗，经过基因的比对甲分析了，发现伫辐射环境内面出世的狗，因的基因甲其他地区的共类已经无同，对 DNA 结构的差距，会当看出生活环境的辐射量。This ability to compare the dogs of Chernobyl to these other village dogs and other breed dogs gives us a lot of power to determine what the history, what the ancestry of these animals is, and how they've changed over time. 这款伫咧核灾中活落来的狗，看起来甲一般的狗拢同款，不过身体内面的细胞已经产生一寡变化。甲南加大合作的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专家讲，这项研究会当观察伫辐射污染正严重的环境，狗的基因产生什么变化，帮助族群生存。We've had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to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and really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question we all want to address, which is how do you survive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like this for 15 generations? How can that be? How does your DNA alter or change in a way that makes it more favorable for you? 研究团队将会继续深入观察、探索这阵核灾狗的生物变异。面对着动物甲人类未来可能就会带伫咧高度污染或者是高度辐射环境的挑战，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当提供更加侪思考的方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8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4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